間房4埲牆。我哋聽下音樂，用手畫，用腳畫，用背脊畫，好好啊，係啊，喺你自己世界就得㗎啦 ，feel 下 ，enjoy 下。好，我哋會俾你哋自由，我會俾你自由喺度喐一陣。依家3層樓加4埲牆，總之呢一間房就係你嘅，你想點喐都可以，好快嘅，好慢嘅，停一陣，自己喺間房度，3層樓加4埲牆。畫唔同嘅線，3層樓嘅4埲牆嘅，係啦。用頭先我哋用唔同部位嚟掂嗰啲數字，依家係個0去掂嗰啲數字。佢畫緊咩線？佢去緊邊度？好好啊，曲線定直線，佢會唔會停嘅？幾時轉彎？再諗得清楚啲。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好啊 ，yes。有時你可以拋起佢，有時穿過有啲地方。佢可能喺個地下度由3號碌到去9號 ，yes， 好好啊！佢喺頂樓嘅9號跌落嚟，但係你喺地下9號樓接返佢 ，yes， 好好啊！有時放低佢，你玩完一輪返嚟再揾佢。眼睛望住個0，冇錯，佢帶你行，好似係佢帶你行。好，阿 Ben 同卓文，我哋一齊望下 Kitty 啊。好，繼續。我隨時會 shift 到你哋兩個喐嘅。我哋觀察下其他人點行啫。好，繼續啊。好好，好好，耶！
Yes， 速度嘅變化，好好。Kitty 最後10秒，跟住阿 Ben 啊，準備接波啦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繼續啊！好，10秒後到卓文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好啊，好好啊！卓文，你玩到咁上下，你就拋俾其中一個人，另外一個人接就繼續。你哋而家隨時可以拋俾另外一個人，另外一個人就繼續喺自己間房度喐啦 ，OK？ 係，好好啊！好，試下轉節奏，快啲。係啊，得 ，yes。yeah。好好啊！你中意就可以傳俾另外一個人啦。碌又得，拋又得。長又得，掉又得。Yes， 間房越嚟越大啊！唔單止淨喺你嗰間房啊，依家成間房都可以周圍去嘅。
Yes， 一齊跳啊！一齊喐喺個空間度。依家每行2步要傳一次。Yes， 每行4步傳一次。好好啊。咦！好啊。好好啊，好好 ，good try。Yes， 啱啊，轉下速度，有時慢，有時快。好啊，好好，耶 ！Nice， 每人攞返自己1個0，準備繼續 solo 啊！ Yes， 但係你間房都係大嘅，耶！好好啊，好好啊。好好啊，好好。耶，好靚啊，大家好靚，好好啊。So beautiful。最後30秒，你哋想一齊定各自揾一個完結啊？